因为客户的要求，多个已经大改小改，改了18摆。当我修改第19摆的时，客户伫边仔讲：我还是感觉第一摆版本上好啦。看啥？你是专业的呢？你一开始若有坚持你的原则，咱哪会着浪费遐济时间？对毋对？你甲讲一摆，你甲我死过来，袂甲你等，袂甲你爱，我正前倒驶做你的下海，为你的头壳放剑开。车了动了，跌了磕了，只是头前的小菜，摔了卡了，开了踹了，搁刷落来，你就知。恶了擦了，毒了吐了，哭互你头壳变耙带，踢了打了扫了拉了，粘黏伫壁扛袂出来，啃了错了追了激了，等互你大声细声哀，跳了逼了动了刮了，喊互你像狗直直改，追了破了肉了糊了，莫甲你伤心流目屎，扣了连了扒了散了，揽一个腰子黏大财，戳了钉了吹了缩了，甲你颔棍钻落来，口了拍了猫了弄了，等下土公仔拖起台，讲迄啥物话？无天甲无地，头毛长咧顶对天顶，随时落地摔甲做到白，地个热，脚个白，煞手徛一个五斤鸡，你无人修理毋知听，无人教示毋知惊，惯互你水挂赛事目镜，真甲毋正经。鼻孔讲话上讲出，互人气噗噗。若无甲你掠来律，我心肝会郁准，甲你变手骨、拗骹骨、顺手骨、压骹骨、揪手骨。拽骹骨、靠鸡、倒噗，互你的骨质拢总出，你偌久嫌真欠人电，无练袂过瘾。这个手段是我的脑海走一练，若无你会死咧滚啊变。